究竟有冇中國人會放棄家鄉安穩嘅生活，而自願走向亂世？佢哋為嘅又係乜嘢呢？目的只有一個，都係為咗發達，賺更多嘅錢。事關中國人，無論係以前或者係而家，都會覺得出洋揾食係一個難得嘅機會。就算鄉下嘅生活並唔差，佢哋都想嘗試出外闖一闖。聽完呢一段由已故戲劇大師 King Sir 鍾景輝先生為亞洲電視人民紀錄片《尋找他鄉的故事》所配音嘅旁白稿，我諗心水清嘅觀眾都應該已經猜到我哋今期節目嘅主題華僑。對我哋廣東人嚟講，華僑意志並唔只係存在喺字典上嘅詞彙同埋概念，而係跨越萬水千山嘅血緣紐帶，同埋一段段充滿血汗嘅真實故事。鴉片戰爭後，國內戰亂四起，自然災害頻發，廣東人掀起咗大規模嘅海外遷徙浪潮。呢一個時期嘅移民，既有以臭名昭著嘅賣豬仔方式拐騙前往美洲、南洋等地嘅契約華工，亦都有因為戰亂生計前往東南亞嘅平民，仲有後來因為家庭團聚投資創業嘅新移民。其中江門五邑、梅州、潮汕等地成為移民嘅核心輸出地。根據我喺網上揾到一份數據調查，截至2023年底，廣東有超過3000萬海外僑胞，佔全國海外華僑華人人數一半以上。廣東華僑嘅足跡遍佈全球160幾個國家同埋地區。近期一部講述潮汕華僑故事嘅低成本小眾電影《給阿嫲的情書》成為國內票房奇蹟。廣州華僑博物館以該電影為主題策劃咗相關特展。今期嘅節目，我將從呢個特展出發，帶大家行一下廣州城同埋南洋華僑相關嘅歷史建築，發掘背後嘅民族故事。喺逛展之前，其實廣州華僑博物館呢棟建築本身就好值得介紹俾大家。位於越秀區元江西路嘅廣州華僑博物館，前身係五仙門發電廠。光緒27年，英資旗昌洋行喺廣州長堤開辦咗粵援電燈公司。發電廠喺4年後正式投入使用。因為發電廠毗鄰廣州南城門之一嘅五仙門，所以廣州民間俗稱其為五仙門發電廠。五仙門發電廠採用咗當時世界上最先進嘅鋼結構建築技術，由澳洲建築師阿什柏內設計，係華南地區最早嘅商辦電廠，亦都係廣州城內第一座火力發電廠。發電廠南門嘅沿街騎樓係目前廣州現存最長嘅單體騎樓建築，全長63.6米。呢條騎樓長廊建於1920年，發電廠擴建時期融合咗嶺南建築理念同埋西方建築藝術風格，既有遮陽擋雨嘅實用功能，又體現咗工業同埋商業建築嘅有機結合，係廣州近代建築嘅典型代表。五仙門發電廠一直經營到新中國成立後嘅1975年，因為唔符合環保要求同埋耗用能源較大等嘅原因，停止發電。2018年，舊址改建成為我哋今日要參觀嘅廣州華僑博物館。博物館內保留咗發電廠超過100年歷史嘅鋼梁鋼柱、磚牆同埋帶有字母嘅特種磚塊。喺博物館內，我哋仲可以睇到當年充滿巴洛克建築風格嘅鹽口灰塑山花同埋磚砌拱券窗，以及廣東省會電力發電廠成立嘅年代標誌。喺珠江邊，五仙門發電廠見證咗廣州城從漆黑一片到萬家燈火嘅時代變遷。喺我哋拍攝呢期節目嘅時候，《給阿嫲的情書》嘅票房已經突破16億，而廣州華僑博物館嘅呢個電影度過專題展嘅展出時間亦將延期至本月嘅月底，所以對展覽有興趣嘅朋友依然可以喺近期前往參觀。展覽分為暹羅篇、潮汕篇、僑批篇3大部分。喺暹羅篇中，我哋可以睇到電影喺泰國部分劇情中嘅各種重要道具，例如主角鄭木生喺南洋嘅重要謀生工具人力3輪車、謝南之閨房中嘅梳妝台，以及大量當地華人後代學習華文嘅課本教材等等。不過作為美食愛好者，我喺觀看電影嘅時候就對謝南之經營嘅無米果燒攤特別有共鳴，令我諗翻起我哋頻道之前喺汕頭旅拍嘅時候品嘗到嘅美味。冇食過無米果嘅朋友，可以將無米果想像成為用番薯粉作為外皮嘅韭菜餃，慢火煎到果皮焦脆，韭菜餡料保持充足嘅汁水同埋辛香，夾住蝦皮嘅鮮味，再配合潮汕特色嘅辣椒醬，外酥內嫩，越食越香。
至於潮汕篇，就係通過展出電影中邢老爺、英歌舞等嘅民族元素，以及嗰個年代嘅老物件，呈現咗葉淑柔留守故土嘅煙火日常。其中我哋嘅阿公同埋阿嫲初相識嘅時候，阿嫲迎標旗嘅電影場口，俾我留低最深刻嘅印象。喺展覽中，我終於可以睇到標旗實物。展覽嘅最後一部分僑批篇，我諗一定係大家最感興趣嘅部分。一句紙短情長就足以概括電影中嗰一份份僑批上嘅詞句，俾我帶嚟嘅感動，以及令我再次感受到文字帶嚟嘅浪漫情懷。正如我哋片頭中 King Sir 嘅旁白，出走異國他鄉嘅華人，大多都抱住一個念頭，揾錢回家。喺潮汕話中，批即係信，僑批就係附帶匯款嘅家書。佢哋慳食慳用，將血汗錢同埋家書一齊寄翻家鄉。一封僑批就係一個故事，亦都係承載《給阿嫲的情書》呢部電影嘅重要道具。僑批遞送嘅方式相當複雜，除咗由歸僑帶回之外，早期主要通過俗稱巡城馬嘅水客遞送，後來逐漸發展成集銀號同埋商號、銀行同埋僑批局、信託公司、郵政機構等互相配合，持續傳遞嘅完整產業鏈。我哋根據網上嘅資料，喺西關嘅和平東路揾到咗廣州僅存嘅僑批局遺址永昌叻莊。永昌叻莊始建於清末民初，叻係舊時南洋人對新加坡嘅簡稱。永昌叻莊顧名思義就係轉型南洋，尤其係新加坡同埋廣州嘅銀信業務嘅僑批局。雖然銀莊招牌上嘅永昌叻莊已經幾乎不可見，但我哋依然可以通過青磚石腳、滿洲窗、屋頂嘅六角涼亭等西關大宅嘅標誌性建築特色，感受到銀莊當年嘅繁華。此外，廣州華僑博物館嘅其他展館仲展示咗華僑喺唔同嘅時段對祖國同埋廣州作出嘅貢獻。感興趣嘅朋友不妨可以繼續參觀。如果覺得本期嘅逛展攻略可以幫到大家嘅話，就記得幫我點讚、分享同埋訂閱啦。參觀完廣州華僑博物館之後，我哋步行至距離博物館不遠處嘅越秀區少年兒童圖書館。佢係南洋華僑喺廣州城留下嘅重要歷史遺跡之一。祖籍福建永定縣嘅胡文虎，出身於緬甸仰光，成年後繼承父親嘅藥行祖業，出遊泰國、日本等地考察學習成藥嘅製造同埋銷售，之後返到仰光創製咗帶有活血消腫、鎮痛止癢作用嘅膏狀藥油，並以老虎作為商標。呢個就係而家大名鼎鼎嘅虎標萬金油。1930年初，胡文虎到廣州設立分廠，喺珠江邊建立起永安堂大樓。大樓於1938年正式落成。落成時嘅永安堂係當時僅次於愛群大廈嘅廣州第2高樓，係長堤上面嘅地標式建築。除咗係虎標萬金油嘅生產同埋經營場所，永安堂仲係當年廣州市嘅甲級寫字樓，唔少嘅跨國商行都係留來辦公。永安堂嘅建築風格係當時廣州少見嘅摩登派建築，呢種風格追求大工業時代嘅現代設計同埋裝飾美學相結合，常用嘅幾何圖案同埋垂直線條，強調機械美學。大樓一層大廳鋪設大理石板，裝飾有愛奧尼亞式大理石柱同埋大型豪華水晶吊燈，佈局相對莊重。永安堂樓高5層，最頂端為方形嘅4面鐘塔，呢個亦都係大樓作為廣州街坊所熟悉嘅標誌。1995年，胡文虎先生嘅後人胡仙女士將大樓捐贈俾廣州市政府，改造成而家嘅越秀區少年兒童圖書館。而家除咗圖書館嘅功能之外，喺永安堂嘅5樓仲設有 coffee shop， 大家可以一邊嘆咖啡，一邊喺廣州曾經嘅第2高樓欣賞夕陽下嘅珠江美景，絕對係一件賞心樂事。其實潮汕華僑同埋省城廣州相當有淵源。5口通商之後，潮汕紅頭船商從曼谷、檳城、新加坡運暹羅大米、南洋蔗糖、胡椒、燕窩入廣州。依託13行喺寶華路一帶開設貨棧、米鋪。到咗民國時期，西關擴築馬路，石板墟市變成連片嘅騎樓商業街。潮籍南洋華僑成為西關地區地產同埋金融業嘅主力。呢個亦都係我哋前面介紹嘅永昌叻莊會開設喺西關嘅原因。同樣根據網上嘅資料，我哋喺西關寶華路嘅寶華正中藥揾到咗廣州少見嘅潮汕形制式西關大屋。除咗青磚石腳、水磨青磚牆、趟櫳門呢啲西關大屋嘅標配之外，大屋採用咗滿洲窗同埋潮汕木雕花窗混搭，防盜鐵窗都帶有潮汕金漆木雕紋樣。大屋嘅天井形制參照潮汕4點金民居，四面以房屋圍合形成天井小院，並設有拜神嘅神龕。可惜大屋屬於私人擁有，所以我哋並唔可以入內參觀，只能夠拍攝到大屋嘅外觀。
另外，寶華正中藥仲曾經係寶華戲院嘅舊址所在地，戲院嘅早期產權由太直潮商參股。民國時期，潮商經常喺呢度舉辦潮劇公演，潮汕同鄉聯誼，係西關潮汕僑民嘅重要社交場所。除咗西關大屋之外，位於和吉新街聯排住宅群，同樣由新馬籍嘅潮商興建並居住。住宅群採用中西結合嘅民居設計，並統一咗天井同埋潮汕神位嘅佈局。其中1號民居係著名嘅粵劇名伶陸雲輝嘅舊居。喺本期節目嘅最後，為大家帶嚟久違嘅美食探店環節。我哋喺前面提到潮汕人將本土美食冇米果帶到南洋，而隨住華僑歸國，唔少嘅異國美食亦都因此傳回咗國內。我哋今日到訪嘅擁有近100年歷史嘅廣州4大冰室之一順記冰室嘅創始人呂信，就係年少下南洋，喺泰國學得咗正宗嘅雪糕製作技藝，然後帶返廣州，以手工椰子雪糕馳名省港澳，被譽為老廣州嘅哈根達斯。一場嚟到，當然要試一試順記嘅招牌手工雪糕。椰子雪糕同埋芒果雪糕都係店內嘅2大王牌。根據社交平台介紹，順記堅持用新鮮果肉榨汁、紗布反覆擠壓，不添加香精色素。時隔多年，再食順記嘅雪糕，依然係記憶中嘅綿滑同埋果香濃郁。但係隨住口味嘅轉變，椰子同埋芒果雪糕而家俾我感覺實在太甜啦，已經唔係好符合我個人對於甜品嘅審美。相比起新批嘅杏仁雪糕，喺保留杏仁香嘅同時，甜度相對適中，係我今日最中意嘅口味。最後歡迎大家留言同我哋分享一下廣州仲有咩值得玩或者試下景點同埋美食。我哋下期節目再見。